各位啊，你平常在超市买回来的菇，不管是香菇、杏鲍菇、红旗菇，还是雪白菇，煮菜之前是不是都會先把底下那一塊硬硬的根部切掉？你可能會想，那個地方又硬又髒，看起來也不能吃，切下來之後就順手丟進垃圾桶。但是阿伯今天就跟你講一句話，你丟掉可能不是垃圾，你丟掉的是會再長出菇嘅生命。你知道嗎？一包超市買回來的菇，有時候被你切掉的根部差不多就見了一大塊，那不是小事，那等於你花錢買回來，又把其中一部分直接掉掉。更重要的是，呢一塊看起來沒用嘅菇根裏面，其實還藏咗白白細細嘅菌絲。你用眼睛仔細看，有時候會看到一點白色，像棉絮一樣嘅東西，那個不是髒東西，那就係菇的金淨生命。我們平常吃到嘅菇傘菇餅，其實只是菇長出來嘅果實，就像蘋果樹上嘅蘋果一樣。真正嘅品體不你看到你多菇，真正嘅品體是藏在木頭裏、土裏、培養基裏，那一大片一大片看不見嘅蛛絲網。你現在切掉嘅呢塊菇根裏面，就可能還留咗這些菌絲。它不是死掉，它只是乾了、膩了，暫時睡着了。只有你給它水分，給它食物，給它一個安靜又潮濕嘅地方，它就有機會慢慢醒過來。所以今天阿伯有講的不是什麼昂貴的栽培技術，也不是叫你去買一大堆器材。今天要講的是用超市菇的根部，加上一片家裡本來就要掉掉的紙箱，再加一點每天喝咖啡剩下的咖啡渣，做出一個零元的秘密小菇園。聽起來很像魔法，對不對？但是你先不要這個笑，菇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靠分解母球、落葉植物纖維長大嘅，在森林裏它吃的是倒晒嘅水、腐朽嘅枝幹，還有厚厚嘅落葉。那我們住在都市，住在公寓，住在大樓裏，哪裏來的斗木給它吃？答案很簡單，紙箱。你網購剩下的紙箱，搬家剩下的紙箱，超市拿回來的紙箱，它的原料本來就是木材纖維。紙箱裏面有很多纖維素，對菇來說，這個就像一張可以慢慢黐的牆。不過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一定要記住，不是所有紙箱都可以用。那種表面亮亮的印滿彩色油墨嘅，有塑膠膜嘅，有奇怪味道嘅，不要用。因為油墨塗層膠水可能會影響菌絲，也可能讓整盒東西變得不乾淨。你要用啲最好是最普通最單純啲牛皮紙箱，就是呢種咖啡色沒有太多印刷，摸起來勤勤的，看起來很樸素的紙箱。把紙箱攤開之後，先把膠帶撕掉，把訂書針標籤、塑膠膜全部拿掉，只留下乾淨嘅紙板，然後把紙箱撕成一片一片，最好把外面那層紙撕開，讓裡面的波浪狀纖維露出來。為什麼要這樣？因為菌絲最喜歡這種縫隙，它會像白色嘅細線一樣慢慢轉進紙箱嘅纖維裡面，一點一點黐，一點一點長。但是紙箱不能自家來用，因為你不知道它之前放在哪裡，可能在倉庫，可能在地上，可能沾到灰塵，也可能有一些我們看不見的雜菌。所以第一步就是用熱水處理，把撕好的紙箱放進盆子裡，倒入剛煮開的熱水，讓熱水把紙箱完全泡圓。這個動作很重要，一方面是讓紙箱吸飽水，另一方面也是盡量把一些不好嘅雜菌壓下去。你不用急，倒完熱水之後就讓它慢慢冷卻，等水變涼了，你再用手把紙箱拿起來，用力擰前。這裡要注意，不要擰到完全乾，而不讓它濕到滴水。最剛好嘅狀態，就像你把廚房海綿擰乾之後，摸起來還是濕潤的，但不會一直滴水。如果太淺，菌絲搶不起來；如果太濕，空氣進不去，菇就像被泡在水裏，反而容易悶壞。接下來再加入第一個家裡常見的東西，咖啡渣。每天早上泡完咖啡，剩下的咖啡渣，很多人都是直接丟掉。但對菌絲來說，咖啡渣裡面有一些養分，可以讓它長得更有力。原本的內容裡說，
少量咖啡渣能讓菌絲的成長速度明顯提升，甚至提到有可能快到3倍左右。這個數字我們先不用把它想得太神奇，你只要記住一件事，咖啡渣不是主食，紙箱才是主台。咖啡渣只是補一點營養，所以不要貪心，不要整盒都倒滿咖啡渣。咖啡渣太多反而很容易發霉、發酸、發臭。正確做法是把擰好嘅紙箱撕碎，再撒上一點點咖啡渣，用手拌均勻，就像在幫菇準備一份簡單的晚餐。紙箱是飯，咖啡渣是配菜，菇根類嘅菌絲就是等着醒來嘅客人。接下來準備一個乾淨嘅塑膠盒，可以是便當盒，也可以是透明收納盒，只有洗乾淨，沒有油污，沒有怪味道就可以。在盒子底部先鋪一層紙箱和咖啡渣混合好的材料，鋪平，不要壓太緊，因為菌絲也需要呼吸。然後拿出你剛剛從超市菇切下來嘅根部，把它放在這層實軟的紙箱上，接着再開上一層紙箱材料，就像做千層麵一樣，一層紙箱，一層菇根，再一層紙箱，輕輕蓋住，不要把它壓死，最後把蓋子開上，但是絕對不要完全密封。菇不是石頭，它也是活的，它也需要空氣，所以蓋子可以稍微留一點縫，或者在盒蓋上戳幾個小洞，只要能保濕又能讓空氣慢慢流通就可以了。很多人一聽到菇類栽培就以為一定要無菌室，一定要穿防護衣，一定要像工廠一樣乾乾淨淨。專業栽培當然很講究，但我們今天講的是家庭小實驗，是把原本要丟掉嘅菇根再給他一次機會。所以你要做的是盡量乾淨，不要髒，不要油，不要兩摸，不要讓它悶壞，這樣就夠了。那這個盒子要放在哪裡？很多人第一個反應是放窗邊，因為種菜不是都有曬太陽嗎？初菇不是菜菇，不靠陽光行光合作用，強烈的太陽反而會讓盒子太熱，也會讓表面乾掉。菌絲最喜歡的地方不是陽台，不是窗邊，而是陰暗、安靜、溫度穩定嘅地方。例如櫃子裡儲藏室或是衣櫃角落，溫度大約在20度上下，人覺得舒服嘅溫度，通常菌絲也比較舒服。把盒子放進去之後，接下來你要做的事不是一直打開看，而是等呢嗰一步最考驗人。一天過去，你可能覺得沒變化；3天過去，你可能開始懷疑；1個禮拜過去，如果環境剛好，你會慢慢看到紙箱表面出現白白嘅東西，那不是壞掉，那是菌絲開始醒了，它開始從菇根裏爬出嚟，一點一點往紙箱裏面伸展。再過幾天，白色會越嚟越多，原本咖啡色嘅紙箱可能會慢慢變成像灑過水一樣，一片一片白白嘅。看到這裡呢，你就知道菇根真的沒有死，它只是以前被你丟掉太快了。可是啊，這裡又有一個很多人會搞錯的地方，盒子變白呢，不代表明天就會長出一堆菇。菌絲這個東西有時候很爛，只有裡面溫暖、潮濕又有東西吃，它就會一直吃、一直長、一直佔地盤。它不一定急着長出菇來，因為長出菇也就是長出紙實體，對它來說是很花力氣嘅事。那要怎麼讓它願意長菇？原本的做法裡有一個關鍵動作，叫做溫度刺激。在自然界裡，很多菇會在秋天忽然變冷、下雨、空氣變濕的時候冒出來，因為它感覺到季節變啦，環境變啦，該把子實體長出來，該繁殖啦。所以當你的盒子裡面已經長滿白實菌絲，你可以把整盒放進冰箱，放一個晚上，大約12到24小時。這就是在告訴菌絲天氣變冷了，秋天來了。第二天再把盒子拿出來，這個時候不要再放回完全黑暗的地方，把它放在明亮但是沒有直射太陽嘅室內，例如客廳角落、餐桌旁邊、窗邊旁邊，但曬不到太陽嘅位置。然後把蓋子打開一點，讓它吸到新鮮空氣。接着用噴霧瓶在表面輕輕噴水，不要用倒嘅，不要讓水積在下面。
你要模仿的是秋天的晒雨，不是台風天的淹水。冷一下，再回到比較溫暖的房間，給他空氣，給他濕氣，給他一點光線。這三個條件合喺合，就像是在對尊師說：可以啦，該醒啦，該長菇啦。如果一串你幾天之後，你會看到表面冒出一點一點少少凸起，剛開始很少，像小美麗，像白石嘅小針頭，甚至你會懷疑到底是不是菇，但它會長很快，一天兩天三天，小小嘅菇寶寶會慢慢撐開，傘會變大，柄會變長。有時候呢個生命力真的會讓人嚇一跳。你明明只是丟了一塊超絲菇根進去，加了一些紙箱和咖啡渣，結果它真的從盒子裏冒出新的菇。那一刻你會突然明白，阿公阿嬤以前說的識無不是窮酸，是看得懂東西真正嘅價值。但是先不要太開心，菇類栽培最怕的就是污染。如果你看到盒子裏有白色細細像棉絮一樣嘅菌絲，那通常是你要嘅東西。可是如果你看到綠色、黑色、藍綠色，而且是粉粉的，一碰口上會飛粉，那就要小心。那可能是綠霉，也就是原本內容提到嘅木霉菌一類嘅雜菌，它會搶走菇的養分。如果只是早期只有一小點，原本的方法是用前件的湯匙把那一塊連同周圍多挖掉一圈，整塊掉掉，就像幫盒子做一個小手術。挖掉之後，其他地方如果還是乾淨，就讓它繼續長。但是阿伯要提醒一句，如果整盒都變綠，有臭味、有爛味，或是你自己看落就覺得不對勁，不要硬黐，不要捨不得，該丟就丟。師傅不是亂黐，師傅也要懂得安全。等菇長大之後，什麼時候可以收？你看菇傘慢慢打開，傘底的紋路開始看得清楚，不要等到它老掉、淺掉、倒掉，用手抓住根部，輕輕旋轉，慢慢把它摘下來。不要用力硬拔，也不要把整塊培養枝扯爛。你會發現，這個朵菇雖然不是從高級農場買來的，但它是你自己用原本要丟掉的東西養出來的。呢種感覺不一樣，不是省幾十塊而已，而是你親眼看到垃圾變成食物，你親眼看到一個循環重新開始。那收完第一批菇之後，盒子裏剩下那塊白白的紙箱菌絲塊，是不是就可以丟了？不行啊，這才是最可惜嘅地方。很多人收完一次就整佢丟掉，但其實裏面嘅菌絲只是嚟了，它還沒有完全死。如果你再給它水分，再給它一點時間，它可能還會長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原本嘅方法是把已經變輕變鹹嘅菌絲塊放進鹹勁嘅水裏泡半天，讓它重新吸水。泡完之後拿起來瀝前不要滴水。如果你手邊還有一點乾淨嘅咖啡渣，可以在表面少量補一點，然後再讓它休息，再給它一次冰箱過夜的溫度刺激，再拿出來噴水通風等待。過幾天如果它還有力氣，你會看到新嘅小菇又冒出來。這個就是菌絲最有意思嘅地方，它不是一沉嘅，只有環境還可以，它就會想辦法繼續活下去。那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之後整塊真的變得很弱了，再也長不出菇了，是不是終於可以丟了？阿伯跟你說，還是不要直接丟，因為最後這一塊其實已經變成很好的有機材料。紙箱被菌絲分解過，咖啡渣被菌絲吃過，裏面還有很多已經轉化過的有機質。你可以把它捏碎，拌進花盆的土裏，拌進羊蹄、菜盆裏，或是放進堆肥桶裏，它會慢慢回到土裏，讓土變得更鬆，也讓植物的根比較容易伸展。一開始它是你從超市買回來的菇，接着它變成你切下來嘅菇根，你本來要丟掉，可是你留下來讓它黐紙箱，讓它黐咖啡渣，讓它重新長出菇，最後它不再長菇了，又回到土裏幫植物繼續長。這個就是自然最漂亮的地方，沒有真正嘅垃圾，只是我們太快把它叫做垃圾。各位啊，下次你在廚房切菇嘅時候，不要再即刻把根部丟掉，先看一眼那一小塊不起眼的東西，
可能就是一座小小孤園的開始。你不需要花很多錢，不需要買昂貴設備，不需要很大的院子，你只需要一片恬靜嘅紙箱，一點熱水，一點咖啡渣，一個恬靜嘅盒子，還有一點奶身，把原本要丟掉的東西留下來，給他水，給他黑暗，給他時間，再給他一次冷冷的提醒。也許過一陣子，你嘅廚房角落真的會長出一棵讓你捨不得吃嘅菇，那時候你就會知道，阿公以前講你識喎，不是一句老話，那是一種生活嘅本事。今天嘅故事就講到這裡。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有意思，也想試試看，記得幫阿波按個讚，也訂閱這個頻道。下一次阿波再跟你分享更多不用花大錢也能讓生活變豐富嘅自然小智慧。記得今天晚上如果煮菇，呢塊菇根先不要丟，因為你手上拿着嘅也許不是那支啊，是下一盒菇的開始。